朗天苑位於香港新界元朗，屋苑共設3座，提供3080伙，預計2026年3月竣工。嚟睇下4到5人間3房點設計，進門右邊吊櫃下擺雪櫃，電視櫃位置擺落地電視矮櫃，左邊連接主角鞋櫃，右邊大廳呢度設計到頂獅子櫃，多重收納空間，隔離護牆板間牆做隱形門，顯出層次感，讓空間更加協調及實用。對面擺放沙發、按摩椅同茶台，跟住呢邊間開一個細房，用到頂衣櫃間開與主人房的空間。試我到頂衣櫃加地台床全部都有做櫃桶，收納更充足。主人房設計主角衣櫃連接書台，床頭板連接到衣櫃加燈帶，讓燈光更加有層次。廚房我們用雲石紋飾面組，門板更加搭配整體的效果。廁所我哋使用完全乾濕分離的設計，搭配防滑啞光瓷磚，一體化浴室櫃，兼顧了實用於高級感。